而家請你揾一個最舒服嘅姿勢，輕輕眯埋雙眼，俾自己幾個深呼吸，深深嘅吸氣，感覺清新嘅空氣充滿你嘅胸腔，慢慢嘅呼氣，隨住每一次嘅呼氣，感覺呢一日嘅疲倦同埋緊繃都跟住呼吸離開你嘅身體。再一次深深嘅吸氣，吸入平靜同放鬆，緩緩嘅呼氣，讓自己沉澱落嚟。而家將注意力擺喺你嘅頭皮，想象有一股溫暖、柔和、放鬆嘅能量，正喺度輕輕按摩住你嘅頭皮，感覺頭皮鬆開啦。呢股放鬆嘅能量慢慢流過你嘅額頭，你嘅眼皮變得非常沉重，非常放鬆，流過你嘅面部，你嘅下巴。如果你感覺到牙關嘅緊繃，而家都允許佢輕輕嘅鬆開。呢股溫暖嘅感覺繼續順住你嘅膊頭，流向你嘅雙肩。我哋常常將壓力孭喺呢個膊頭上面，而家都允許你嘅膊頭完全沉落嚟，卸下所有嘅重擔，放鬆嘅感覺隨住你嘅手臂流到你嘅手踭、手腕，一直嚟到你嘅指尖。你嘅雙手而家感覺非常嘅沉澱、溫暖，非常嘅舒服。跟住落嚟，呢股能量流過你嘅胸口，流過你嘅腹部，順住你平穩嘅呼吸，你嘅心臟都跟住放鬆落嚟，流過你嘅大腿、膝頭、小腿，一直去到腳踭、腳趾尖。而家從頭到腳，你整個嘅身體都進入一個非常深沉、非常寧靜嘅放鬆狀態。跟住落嚟，我會從5數到1，每數一個數字，你就會感覺到自己比前一刻更加嘅放鬆，進入更深嘅潛意識狀態。5，感覺身體越嚟越沉，越嚟越放鬆。4，周圍嘅聲音唔再打擾你啦，
只會讓你進入更深嘅寧靜。3，你嘅大腦變得非常清晰，而身體會越嚟越舒服。2，放低所有嘅防備，你而家非常安全。1，完全放鬆，進入你內在最深處、最有智慧嘅空間。跟住落嚟，我邀請你運用心智嘅力量，喺腦海中勾勒一幅清晰嘅畫面，透過看見我哋每一個微小嘅選擇所帶嚟嘅深遠影響，我哋將從內在喚醒改變嘅動力。當我哋企喺時間嘅高度，看見未來嘅結果，而家嘅一切就變得無比嘅清晰。而家想象你企喺一條道路上，慢慢嘅行走，嚟到一個分叉口。喺某種意義上，而家嘅你確實正企喺人生嘅十字路口。你嘅前方展開兩種截然不同嘅未來。你嘅左手邊係一條舊有慣性嘅小徑，呢條路籠罩住熟悉灰暗嘅色調，佢代表着如果你繼續帶住呢一種消極限制性嘅信念，例如係覺得自己唔夠好嘅呢一種信念，未來將會走向嘅方向。而你嘅右手邊係一條覺察與蛻變嘅大道，呢一條路沐浴住溫暖明亮嘅光芒，佢象徵住一個充滿自由、自我掌控，並且完全接納全新信念嘅未來。而家想象你嘅身體變得非常輕盈，就好似一根羽毛。你嘅雙腳輕輕離開咗地面，你開始慢慢嘅往天空上漂浮而上，升得越嚟越高，越嚟越高。你而家從一個安全平靜嘅高度俯視住呢兩個分叉嘅路口，喺呢度你可以清楚望見呢兩條路嘅方向，同埋佢哋最終嘅結果。你會發現，隨住時間嘅推移，呢兩條路偏離得越嚟越遠，直到呢兩種人生變得好似黑夜同埋白晝一樣截然不同。首先，讓你嘅意識輕輕漂浮到左手邊嗰條舊有慣性嘅小徑上面，望住嗰個繼續保持住呢一種舊有負面信念嘅你，
觀察呢個信念如何影響住未來嘅你。留意下嗰個你當時嘅身體，膊頭係緊繃定係下垂㗎？望一望嗰個嘅你當時嘅面部表情，聽一聽當時嘅你講嘢時候說話嘅語調，以及你內在沉重嘅感覺。望望呢個負面嘅思考模式點樣影響住你嘅生活方式，以及你身邊重要嘅其他嘅人嘅互動。望住呢個時間往後移，短期、中期、長期，觀察呢啲影響係點樣日積月累嘅，一日又一日，一個月又一個月，一年又一年，直到10年後。你睇到隨住時間嘅流逝，嗰啲負面嘅慣性變得有幾咁根深蒂固。你清楚咁樣睇到呢條路對你整個人生所造成嘅全面影響。而家你嘅內心直接面對呢一個結果，並從中學習。當你覺得自己完完全全咁樣睇清楚，並深刻體會到呢一條路嘅代價。當你深深體會到呢個代價嘅時候，請你輕輕點樣點頭，可以畀我知道。好，而家請讓自己漂浮去返個路口嘅交叉點，跟住落嚟去到右手邊呢一條路覺察與蛻變嘅大道上面，望住嗰個擁抱咗全新正向信念嘅你。望一望呢個信念點樣奇妙咁樣改變咗未來嘅你，觀察嗰個全新嘅你嘅身體嘅意願、身體嘅狀況，係咪變得更加有力、放鬆？望一望嗰個充滿光彩嘅你當時嘅面部表情，聽一聽嗰個充滿自信同埋平靜聲音嘅你，感受你內在湧動嘅溫暖同埋力量。望一望呢一種積極嘅思維，點樣可以讓你生活變得更加美好，讓你同其他人嘅連結更加深刻，並且充滿愛。望住嘅時間往後推移，短期、中期、長期，觀察呢啲正向嘅改變係點樣日積月累嘅，呢啲正向嘅改變日積月累嘅。
一日又一日，一個月又一個月，一年又一年，直到10年後，你睇到隨住時間嘅流逝，你變得越嚟越強大，越嚟越自由。你完全望見呢一個新信念，為你嘅人生帶嚟豐盛與美好。當你覺得自己完完全全吸收咗呢一份美好嘅結果，並渴望擁有呢一個人生嘅時候，請你點一點頭，讓我知道。非常好，而家慢慢咁樣漂浮去返路口嘅起點，讓你嘅雙腳再次安穩踏實咁樣踩喺地面上面，望住前方呢兩條路，喺理智上，你早就知道應該點樣揀。而家係時候喺靈魂同埋潛意識嘅最深處做出真正嘅決定。畀自己一啲時間，等一陣，我要你用最真實嘅聲音話畀我知，你決定要行邊一條路。當你講出口嘅同時，呢個決定就好似種子一樣，深深咁樣種喺你嘅潛意識入面。而家講畀我聽，你真正嘅選擇係舊有嘅路，定係嶄新嘅路？請話畀我知。好好，而家放鬆落嚟，咩都唔需要做。呢個決定已經喺你嘅潛意識中深深咁樣扎根，完全嘅扎根。你而家已經穩穩咁樣行喺呢一條銳扁嘅大道上面。從今以後，你所做嘅每一個微小決定，都會帶領你喺呢一條路上面越行越遠。你嘅新信念亦都會比一日比一日更加嘅強大。非常好，你已經喺潛意識嘅最深處為自己做出咗最好最有力嘅選擇。呢一個新嘅信念，呢一條全新嘅道路已經成為你生命嘅一部分。而家係時候將呢一份美好嘅體驗，呢一份堅定嘅力量帶回你現實嘅日常生活入面。跟住落嚟，我將會從1數到5，當數到5嘅時候，你會擘大眼睛，感覺完全清醒，神清氣爽，就好似啱啱瞓咗一場非常飽滿嘅覺一樣，並且對未來充滿期待。1，感覺你嘅意識開始慢慢返到嚟呢個房間，返到嚟你嘅身體。2，感覺一股清新嘅能量，好似清涼嘅泉水一樣，從你嘅腳底慢慢往上流，流過你嘅雙腿，喚醒你嘅每一個細胞。3，做一個深深嘅深呼吸，
吸入滿滿嘅活力同埋氧氣，感覺你嘅精神越嚟越好。你可以喐一喐你嘅手指、腳趾。4. 你嘅頭腦覺得非常清晰，好似水晶一樣透亮。你嘅心入面充滿自信與平靜，準備迎接好跟住落嚟嘅生活。5. 慢慢擘翻大眼睛，完全清醒，歡迎返嚟。